神哦，这是我们场上的兵家族，特别。不知道，事主都是你，会感染哦。这个本来用很短的时间前奏的时候讲哦，我说因为爸爸从我知道在音乐上跟舞蹈上就是很强哦，所以他的孩子子孙啊，你们都看到他们在音乐上真的是比如说相声是说他的感恩哦，很多话想要讲哦。就是因为这个世俗破坏我们的习俗，很多话要对神感恩的哦。在过去的1年里面，也许我们真的是对神爱神的不够有时候缺乏哦。在这新的1年里面在面对新的1年的话，让我们每一个这样的兵家族孩子子孙都能够走在神合神心意的里面哦，让从现在开始，给他努力贴近神，更多的爱神哦。本来是要用前奏来讲哦，就是因为好，我直接先下课啊。好，等一下，时间，好，那个也非常感谢神哈。因为其实塔山家族，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很少站在前面的人啊，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他们为了对神的感恩，他们愿意站在前面，然后愿意将这首诗歌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然后就求神继续带领塔山农民家族哈，在未来的日子。希望能够对神的那个信仰能够更加的渴望啊，然后也继续祝福也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能够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对神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好，再来这首诗歌，在至高之处。